有請練乙錚。好多謝主辦方嘅邀請，俾我呢個機會同大家即係交流。我咧就其實今次嚟咧係探親嘅啫，因為我媽媽咧就係即係喺度住嘅，咁我仲有拎上少少對住個口，我仲有個妹喺度，咁所以我屋企人嘅即係好大一部分喺多倫多。咁我今次嚟咧係探親，不過有咁啱嘅機會咧，就係即係朋友介紹，咁就呢度有個團體話想即係同大家交流，咁我就好樂意。放近個口，聽唔到後邊。哦，聽唔聽到而家 ？OK。我自己嚟講咧，就同呢個社運咧係比較上脫節嘅啦，因為大家都可以睇到咧，即係咩？佢大聲少少對近個口，係啊，因為你一離開咗個口，佢就聽唔到啦。近啲。因為大家都可以睇到，即係我頭髮都白晒啦，係即係50後。即係所謂而家啲90後、80後咧，我其實係50後，咁所以我今次嚟講呢個題目咧，實際上就係點講咧，就唔係話太過適宜嘅啫，因為參與呢個雨傘運動嘅大部分嘅人咧，都係後生嘅，我係一個旁觀者，咁我9月28號返到香港。因為當時我去日本，我9月25號返到香港，咁咧就個音散有個咪我返到香港嘅時候咧，就立即咧就走咗去中環銅鑼灣，即係嗰度，咁係催淚彈即係打咗之後，大概2個鐘頭，地下咧仲係滿晒水。好多嗰啲後生仔、後生女，仲喺度同警察喺度拉鋸、打巷戰。警察走嚟呢邊，佢哋走去嗰邊；警察走去嗰邊，佢哋走嚟呢邊。要大聲啲，仲要聽唔到後邊。咁咧，所以咧，即係我喺咁嘅環境之下咧，係睇到一啲嗰個社會運動嘅情況。咁我今日咧，其實咧。係除咗複述一下當時嘅情況之外咧，仲分析一下，即係點解會有呢個運動出現？出現咗之後，而家完結咗啦，或者叫做將來嗰個社會政治方面係點樣發展？特別係年輕人當中，佢哋會走一條咩路？喺政治上邊希望即係有啲咩發展或者突破，咁我今日係講呢樣嘢。因為打咗催淚彈，所以咧，我覺得咧係香港嘅特區政府咧，將香港嘅政局咧打咗入去一個死胡同，好難翻得出嚟，好難會再有啲咩正面嘅發展，因為逢親你用開槍射擊或者即係打催淚彈，打傷咗人，打到人哋流血，發生咗呢啲事之後咧，社會嘅裂痕咧係好難去愈合嘅。咁我哋即係可以睇到一系列嘅呢啲咁嘅事件，遠啲嘅喺美國發生嘅 Kent State 係嘛？咁一路到而家好多即係年輕嘅人都會記得，即係我哋呢個年紀嘅當時嘅年輕人都會記得呢件事，唔可以饒恕嗰個政府做過嘅嘢。天安門事件中國發生嘅，咁亦都係當時發生嗰代人咧，永遠都唔可以饒恕政府做過嘅嘢。咁同樣即係呢個
雨傘運動發生咗，有流血，咁啲學生係成為即係警察打壓嘅對象。咁呢一個事件發生咗之後咧，近啲啊，聽唔到啊後邊。後生嘅人即係年輕嘅一輩咧，亦都冇辦法再去原諒呢個政府。所以我覺得咧，即係話嗰87粒催淚彈咧，係將香港嘅政治嗰個局面咧，即係打咗入去個死胡同嗰處，好難翻得出嚟嘅。咁中國同埋香港政府、特區政府方面，佢哋會點樣做咧？面對住咁嘅情況咧，佢哋係會加倍控制香港嘅政局。即係換句話講，回歸之前所答應咗嘅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咧，而家已經基本上係取消咗。咁大概幾個月之前咧，有一位即係特區政府嘅支持者，前呢個Attorney General， 即係呢個叫做律政司。律政司律政司長即係梁愛詩，佢忽然間講咗一句説話，佢話香港係一個直轄市。咁佢講呢個説話嘅時候咧，佢係唔小心講錯咗嘅。但係我覺得咧，鬼拍後尾枕啊！佢講啱咗，即係香港係會變成一個直轄市，而且變得好快。咁我哋知道啦，喺2005年嘅時候咧，中聯辦即係以前嘅所謂大新華社，中聯辦入邊咧就已經出咗一份文件，就話喺香港要建立一個第二管治隊伍，即係第一管治隊伍就係特區政府啦。中聯辦咧就要建立一個第二管治隊伍。呢個第二管治隊伍咧個模式咧就喺澳門嗰處借嚟嘅。大家都知道澳門咧就同香港好唔同。喺1966年氹仔事件之後咧，澳門基本上係由中共管治，只不過佢係前台嘅人物咧，就係我哋見到嗰啲賭王啊，即係嗰批，實際上嗰個權力係揸喺共產黨手上，由第二管治隊伍嚟管治澳門嘅，呢個係1966年以來嘅局面。葡萄牙政府只不過係一個傀儡。咁佢將呢個模式，特別係1999年之後嘅澳門嘅管治模式，移植去香港。呢個咁嘅概念咧，2005年嗰時提出咗中聯辦。咁你大概可以睇到咧，就係2012年，即係梁振英先生上台之後咧，呢個局面就出現咗好多政策，譬如好多嘅政治嘅活動都係由中聯辦去指揮，所以呢個第二管治隊伍已經形成咗，香港已經成為一個或者一個實質上嘅直轄市。所謂高度自治咧，基本上係元旦。喺政府方面嚟講咧，有4個變化，特別喺呢個雨傘運動之後咧，紀律部隊，即係警察特別係已經好快脆咁從一個純粹嘅即係技術同埋專業嘅形象咧，就變成一個支持政權嘅工具。呢個係警察。咁大家都知道，中國共產黨嘅政權，佢哋有一句説話係好清楚嘅，就係槍桿子出政權。喺香港冇解放軍咧，香港人係
暫時唔可以參加解放軍，冇佢自己軍隊，但係有警察。警察就扮演咗呢個角色，而呢個扮演咧就係喺雨傘運動入邊開始嘅，即係將來嘅香港警察係不是解放軍的解放軍。第二點，以前殖民地嗰一套所謂吸納政治，將唔同意見嘅人吸納去一個政治諮詢嘅過程入邊，將佢哋嘅聲音反映喺政策入邊，然後先推出嚟。推出嚟之後，社會接受程度比較高。呢一個咁嘅政治模式咧，係首宗政策。呢幾年來，所有嘅政府委任嘅人士都係屬於某一個派系、某一個政治嘅意識形態，而佢哋嘅政治意識形態咧係非常之激進，同香港嘅主流價值觀一直以來嘅主流價值觀咧係勢不兩立。非常之激進嘅一批人，咁佢哋入咗政府嘅各個諮詢部門，入咗政府嘅智囊機構，有啲係直情扮演前台嘅角色，就係做官員嘅。咁所以港英時代，特別係港英管治嘅後期出現嗰種吸納政治，令到社會上嘅利益得到平衡呢一個咁嘅局面咧，係好快速咁消失緊，呢個第二點。第三點就會係其他嘅一路以來嘅體制咧，都會受到侵蝕。最顯著嘅一點咧，就係司法系統。大家都知道法治係香港嘅基石。香港咁多年來都冇民主，但係有法治。而家呢個法治嘅基礎咧，逐漸係受到侵蝕衝擊。我舉一個例子，就係雨傘運動之後發生嘅事情。咁雨傘運動之後咧，有好多人俾警察捉咗嘅。咁係唔同嘅派系嘅人都有啲甚至係反對雨傘運動嘅人都俾警察捉咗嘅嚇，即係各種嘅人都有。當然最多都係參與雨傘運動嘅後生仔嗰輩嘅人啦。咁警察喺檢控嘅過程當中，有啲證據不足，就停止咗檢控；有啲咧繼續檢控。法庭咧就覺得證據不足，就釋放咗；有啲咧就罪名成立。釋放咗嗰啲人嘅時候咧，即刻就有一啲團體出嚟示威，佢話警察就捉人，法官就放人。呢啲法官戴假頭髮、着黑袍嘅人係賣國賊，戴假頭髮、着黑袍其實就真係法官啦。香港嘅法官係英國傳統啊嘛，戴假頭髮、着黑袍出庭㗎嘛，咁所以佢係攻擊緊香港嘅司法制度。我哋可以睇到啲法官實際上係依住規矩辦事，你警察提供到嘅證據充分，佢就即係判罪；唔充分嘅話，係當庭釋放。但係佢一釋放嘅時候，就遭遇到呢啲人嘅攻擊。呢啲攻擊發生咗之後，律政司係過咗10日8日都唔表示態度，唔支持呢個司法系統。直至到最近被逼先表態嘅話，即係司法系統要尊重，但係即係
講出嚟係冇誠意嗰種。咁所以司法系統咧係會受到衝擊嘅。第二，高等教育，而家香港嘅高等教育係面臨一個好大嘅危機，就係政府通過委任一啲校務委員會嘅成員同埋主席，干預大學嘅事務，將一啲夠膽講説話或者夠膽做民調嘅教授學者，OK。off 咗咯喎。OK。近啲個嘴。從呢個大學嘅樹清除出去。我喺香港嘅科技大學，即係教過書，嗰陣時係90年代初期。咁我入去大學教書嘅時候，大多數嘅同事都係香港人，少部分係中國同胞。但係而家咧，幾乎好多個學系，特別係商學院啊、理學院、工學院啊，差唔多清一色係中國同胞。咁而且佢哋嘅地位咧，初從呢個助理教授啦，一路升到而家咧係院長嗰級嘅。佢哋大部分其實都係好努力去做研究嘅人，但係佢哋政治上係沉默嘅。咁我曾經同佢哋一部分人傾過，點解你哋唔出聲啊？佢話：我哋仲有屋企人喺大陸。咁將來香港嘅大學，大部分就係呢啲人，少部分夠膽出聲嘅人咧，就會被清除出去。呢個係高等教育嘅情況。政府嘅公務員，目前嚟講咧，大部分都仍然係97年之前過到一路做落嚟。但慢慢咧，中共會係好有意識咁做緊一樣嘢，就係培養一啲人入政府做事，從低級一路升級，升到最後尾咧，控制咗成個政府。咁到時咧，呢個政府咧就唔會係好似我哋認識嗰個香港政府，而係變咗做一個人民政府。即係同大陸嘅政府差唔多嘅政府，呢個又係一個好重要嘅變化，已經發生緊㗎啦。咁所以香港嘅體制咧，不同嘅體制咧，同時都遭受到侵襲同埋腐蝕。呢個過程咧，喺97年之後，最初嗰幾年係唔明顯嘅。2003年。即係70-80萬人大示威之後，就開始變化。到2012年梁振英上台之後，個變化速度係非常之高，係可以用急風陣雨嚟形容。唔過得幾多年咧，我哋熟悉嗰個曾經熟悉嗰個香港咧，就唔會再存在嘅。而家呢個政府入邊嘅成員，主要係高層嗰啲成員嚟講，佢哋已經冇咗獨立嘅人格。中聯辦講啲咩嘢，佢哋就會跟住講。譬如好似最近幾個月之前啊，就中央咧就講中英聯合聲明。當年嘅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喺1997年7月1號開始失效㗎啦。97之後唔需要再講中英聯合聲明，只需要講基本法，而基本法
係由中國政府嚟去解釋嘅。個分別就係、其實中英聯合聲明同基本法係一脈相承嘅，大家都知道。基本法係中英聯合聲明嘅產物，但係點解佢要否定中英聯合聲明，而將個基本法擺喺最重要嘅位置咧？係中英聯合聲明如果仍然有效嘅話，外國政府可以有聲音，但係如果否定咗呢樣嘢，得返基本法嘅話咧，只係中國政府有聲音。咁香港嘅命運咧就完全操之於中國政府嘅手嘅，呢、個就係佢嘅底牌。冇幾耐之前，中國政府就提出呢樣嘢，正式提出，由官員提出嘅。咁琴日梁振英企出嚟講説話，講翻同樣一樣嘢。中英聯合聲明係97年7月1號已經失效。如果大家回歸嘅時候，共產黨講清楚中英聯合聲明喺7月1號會失效嘅，有幾多人會支持回歸？我相信好少。大家當時係接受咗中國政府嘅講法，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國兩制、50年不變。得到呢個保證之後，加上中英聯合聲明國際上嘅承諾，大家歡天喜地咁回歸，燒晒炮仗。但係今天嚟講咧，所有嘅承諾，每一句承諾都係違反咗。港人治港變咗做咩咧？某一種特殊嘅港人治港。你係有一種意識形態，有一種背景，有一種關係，你先可以治港。高度自治就變咗做第二管治隊伍嘅自治。一國兩制，以前咧就話一國兩制咧，而家嘅講法咧就係話兩制不能超越一國。冇錯，佢講嘅説話完全都啱嘅所謂嚇，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個味道唔同咗，講法唔同，着重點唔同咗。你以前如果係咁樣講法嘅話，冇人會支持你嘅。而家你講咁樣講法，因為肉在砧板上，冇辦法。咁所以政府而家高層嘅人士係為中聯辦、為人大嘅馬首是瞻，咁佢哋都話：冇辦法啦，我哋呢個係一個地方政府，一定係要跟隨中央嘅講法。但問題就係話，當年嘅承諾去咗邊度啊？你對香港人嗰個承諾去邊度？50年不變嗰個承諾去邊度？冇咗嘛？咁香港人所以先至唔高興。有呢4樣嘢發生咗啦，咁即係其中呢啲因素咧，就係引起咗所謂嗰個雨傘運動啦。呢個雨傘運動嘅直接起因咧，就係政治體制改革。基本法咧就講明就要一人一票嘅普選咁一路拖到2007年嘅時候，就話可以有普選啦，大家即係傾掂佢啦。咁你做一個方案出嚟，咁投票通過等等咁。咁結果咧就係要有一個鳥籠嘅普選，佢定咗候選人，然後你去投票。咁佢就話呢個係普選。最近梁振英出嚟講説話咧，仲講咗一句：全世界所有嘅國家，只要佢嘅選舉制度係合乎佢哋國家嘅自己嘅法律，就都係真嘅普選。咁所以根據呢個咁嘅定義咧，北朝鮮嘅選舉都係真嘅普選。中國共產黨人哋控制嘅大陸嘅人民代表大會嘅選舉亦都係真嘅普選。咁樣講法都得嘅。咁所以呢啲咁嘅言行咧，係令到香港人好嬲，特別係啲後生仔好嬲。
咁結果咪出現咗嗰個政改嘅即係反對聲音同埋呢個即係雨傘運動咯。咁係咁嘅情況之下逼出嚟嘅。咁成個過程咧，你可以睇得出係香港特區政府係非常之激進，用好急激嘅辦法去取消香港原有嘅一啲體制同埋價值觀念，用中國大陸嗰套嚟取代，係一種非常之急激、激進、偏激嘅做法嚟。香港人好難接受，大多數嘅香港人咧係逆來順受，少部分嘅香港人咧係反抗，而家係咁嘅局面。咁我繼續講下香港嘅年輕人，即係佢哋喺呢個雨傘運動前後嘅諗法。好多參與社會運動嘅人，譬如好似係我呢一輩嘅人，97年之前已經關心社會嘅政治嘅發展。當時提出嚟嘅一個大家都希望見到嘅一個情況，就係所謂民主回歸嘛。我哋當為即係作為中國人都希望即係國家嘅主權係唔受外國人控制所以回歸呢樣嘢係正當嘅。但係另外一方面，要我哋回歸一個共產黨政權咧，我哋係冇辦法接受。所以當時咧就有咗呢個一國兩制概念，加上一個民主普選嘅諾言。咁咧，大部分嘅香港人咧都接受咗呢樣嘢。咁嗰時即係呢一回事咧，當時用4個字嚟形容咧，就係民主回歸。我回歸，我願意支持回歸，你俾我民主。呢個咁嘅 common understanding 大家有個共識，就係呢4個字：民主回歸。但問題咧就係話，回歸咗之後咧，民主係遙遙無期。到今天嘅時候，佢俾出呢一個咁嘅民主俾你，就話係真㗎啦。咁所以後生嗰一輩咧就覺得冇辦法接受，冇辦法接受。老啲嗰啲老一輩嗰啲就覺得，要來即係逆來順受，佢俾乜就俾乜啦。你有啲選票就即係好過冇啊，即係有啲咁嘅諗法。但後生仔冇辦法接受呢樣嘢。你知後生仔都比較上反叛㗎，佢要自己命運自決即係呢樣嘢係，就算佢哋喺屋企當做一個家庭嘅成員，你都覺得佢哋係好想獨立嘅。政治上嚟講一樣，佢哋冇辦法接受老一輩嘅人可以接受嘅嘢，所謂袋住先你政改出嚟呢個唔係即係最好嘅方案，不過咧袋住先啦，即係咁樣。呢個老一輩嘅人都可能會接受嘅嘢，但係後生仔係冇辦法接受。呢個係今天香港嘅80、90後，所謂即係80年代、90年代之後出生嘅後生仔當中嘅一個好清楚嘅諗法，佢哋冇辦法接受呢樣嘢。咁所以咧，好多呢啲後生仔咧參加到佢嗰個社運嗰時、社會運動嗰時，咁喺呢個成個佔中或者雨傘運動嘅過程入邊咧，佢哋都相當團結嘅。但係到咗今天咧，佢哋入邊有啲諗法有啲唔同啦，咁就分開咗幾種唔同嘅派別。咁大家即係或者可以想知道下呢啲派別係點樣樣嘅，或者我介紹一下。因為呢啲多數都係年青人當中，即係年輕人當中嘅思想嘅分化嘅唔同咁所以後生仔嘅政治傾向咧就可以分開做，起碼即係有5
咁一派咧就係叫做自治派。香港真係要自治，唔係高度自治，要係100%自治。淨係喺某啲方面嚟講咧，譬如軍事、外交嗰啲你管，其他你冇管。其實呢樣嘢咧係基本法講咗㗎嘛，基本法講咗㗎，只不過佢冇遵守㗎嘛。咁所以自治派咧，其實就攞翻呢樣嘢嚟講，就話我哋要真正嘅自治，除咗呢兩樣嘢之外，唔該你唔好插手。嗱，今日咧，琴日咧梁振英又回應呢個咁嘅要求，佢嘅講法咧就係好得意嘅，話當時寫基本法話高度自治係除咗兩方面可以，其他之外都可以自治，呢兩方面就係國防同外交。佢話呢個講法不過係一個好籠統嘅講法，佢唔否定咁外國已經係寫咗落去基本法，不過佢話呢個係籠統嘅講法。咁如果唔籠統，啲準確係點咧？準確就多嘢講啦，即係有好多概念係可以引入嚟嘅。中央咧就有剩餘權力，剩餘權力意思即係話咩咧？憲法上或者基本法上面冇講到俾你聽有香港人有嘅權利咧，就即係冇呢個權利咧，保留喺中央嗰處。呢個就叫做即係冇剩餘權利。咁呢個其實係好廣泛嘅收權啊，即係話，因為我冇講過你就冇權㗎啦，即係我講咗你有幾多權你就有幾多權。我冇講過你可以呼吸嘅權利，你就冇呼吸嘅權利，係咁嘅意思。咁所以咧，即係話自治派咧，佢哋提出呢個要求，其實係基本法要求，但呢個基本法嘅要求咧，特區政府都唔會俾到你。咁自治派當中咧有另外一個派系咧，就叫做城邦派。咁呢個城邦派咧，就係由一位學者叫做陳雲先生提出嚟嘅。咁佢嘅提法咧就係幾得意嘅。我諗我哋尤其是上咗年紀比較我哋老一輩嘅人咧，都會即係覺得言之成理嘅，幾啱聽。佢就話咧，中國因為共產黨政權嘅存在咧，成個文化傳統、華夏文化傳統咧，都已經扭曲咗。而個真傳呢個華夏傳統嘅真傳咧，就而家咧只係喺香港嗰處有嘅啫。咁所以咧，香港作為一個保存華夏傳統嘅一個基地，係要節制。抗拒呢個共產黨嘅意識形態嘅侵蝕，直至到有一天共產黨冧咗台消滅咗啦，咁我哋保存得好好嘅華夏文化可以投射翻去成個中國，令到中國復興嘅。咁呢個就係城邦派，所謂城邦派嘅政治主張。佢認為香港係好似新加坡或者即係一個城邦咁上下，但係雖然唔係獨立，但係高度自治，而且佢呢個高度自治咧係同中國嘅文化一脈相承嘅，即係係華夏文化嘅僅餘嘅部分，而且係精髓，即係佢嘅諗法係咁。咁呢兩派都可以叫做自治派。頭先我講第一派咧就冇乜呢個華夏呢個觀念嘅，就係純粹係從基本法個説，你要俾到我哋真正嘅自治，即係咁樣嘅諗法。後生仔比較多，陳雲嗰邊嗰啲係年紀稍為大啲。咁第三派咧就叫做熱血派。
咁主要咧個基礎咧就係而家你睇網站上面有一個叫做即係熱血時報啊。咁呢一派嘅人咧係從以前嘅有兩個比較上即係前衛嘅政黨嗰處即係產生出嚟嘅。以前嘅社民連同埋呢個人民力量有部分嘅人出咗嚟咧，就搞呢個熱血時報。咁佢哋係後生仔居多。咁熱血時報嘅即係呢個熱血派嘅主張咧係點樣嘅咧？佢哋話以前嘅社會運動抗爭嘅方式係冇效嘅。你70-80萬人上街，佢都唔會讓一步俾你嘅。你100萬個人簽名，佢都唔會騷你一下嘅。呢個咁樣嘅所謂和平抗爭咧，係完全對共產黨嚟講係冇效。咁佢哋講得又即係似層層，即係基本上嘅事實係咁。咁所以佢哋話咧，如果要爭取到一啲嘢嘅話咧，係唔能夠再走以前嗰條和平抗爭嘅路線。所謂和理非非，呢個係香港社會運動入邊嘅一個詞語嚟嘅。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即係唔講粗口。咁呢個和理非非係以前呢條路線嘅一個指導，但係呢個咁嘅指導出嚟嘅抗爭嘅路線咧，係完全冇效嘅。所以將來嘅抗爭咧，係要用第二種方式去提出呢種所謂叫做勇武抗爭，唔係暴力，不過可能會接觸到暴力。即係你俾警察打嗰時，你要即係打翻轉頭咁上下，即係唔知保護你自己嘅啫咁樣。咁即係換句話講，言下之意，佢哋唔介意將嗰個運動推到去警察要打人嗰個階段。咁所以佢哋嘅做法係比較上前衛嘅。咁如果你睇最近呢個反水客事件，大家都知道香港好多自由行嘅所謂嚇，記唔記得即係自由行係咩情況之下產生嘅？2003年嘅時候咪有個沙士事件嘅，即係非典啦，即係沙士事件，多倫多都好多人即係中招係即係付出咗性命嘅。咁呢單嘢係香港嗰處發生嘅，個源頭咧就係大陸有個人即係發咗病。走咗嚟香港醫，但係佢冇講出佢個病因係咩嘢。大陸政府發生咗之後咧，好多呢啲咁嘅事係發生咗之後都揞住唔講。咁到呢個人嚟咗香港之後咧，香港嘅醫護人員都唔知發生係咩事，所以其他啲醫護人員中招啦，醫院入邊嘅人中招啦，佢住嗰個地方嗰啲人又中招啦。咁發生咗呢個沙士事件咧，就香港係死咗好多人。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經濟受到打擊，當時嘅人民生命有危險，所以中國咧做咗2招所謂仁政嘅，對香港好好嘅事。第一招咧就係送嗰啲面罩嗰啲即係呼吸嗰啲口罩俾大家，因為當時追都追唔到，揾唔到呢啲嘢，咁中國政府就送咗一批落嚟，咁啊大恩大德。第二咧就係經濟當時係衰到極點，所以佢咧就搞咗啲自由行，等啲大陸遊客嚟香港帶旺香港嘅經濟。咁而時至今日咧，自由行咧就喺香港直情即係好多地方泛濫。咁上邊嗰啲人落到嚟買嘢，搶晒香港啲貨，奶粉都俾佢買清。香港啲阿媽買唔到奶粉，俾啲 BB 仔食。曾經有一度時期係咁樣嘅。咁而家咧就好多嘢買嘅，喺香港買金啦，買藥材啦，
大陸生產藥草啊，但係大陸嗰啲佢唔買，佢走嚟香港買大陸嘅運來嗰啲，因為點解香港藥材好揀過晒啲真正嘅貨先好買。咁賣金賣藥材，買呢、奶粉，買呢個尿片，呢啲全部喺香港買啲貼身嘅嘢，即係食得嘅嘢，即係喺香港買到全香港嗰啲做嗰啲其他嗰啲零售嘅鋪頭都做唔住，淨係做呢幾味，好多地方嗰啲街坊嘅生意都做唔到。咁係影響到嗰個社區好大。咁呢啲，所以咧，政府又唔肯即係收緊個自由行嘅政策，因為點解咧？對商界有利，咁咪影響咗居民咯。你落去買個菠蘿包買唔到，你搭兩三個站嘅巴士，然後先買到個菠蘿包㗎。咁嘅生活形態，咁即係受到好大影響，但係政府唔企硬唔肯讓步。咁所以即係熱血派嗰啲人咧，就話唔得啦，即係要勇武抗爭。咁佢哋咧，所以就出咗好多招數咧，就係對付啲自由行嘅旅客啊。即係見到啲拖喼嗰啲人咧，就兜頭兜面就鬧佢哋啊。咁呢種係一種即係香港人一向都唔會做嘅事。但係佢哋話唔係咁啦，冇效㗎，唯有咁樣先有效。問題就係衰到咧，就係確實係咁喎。佢哋做咗出嚟呢啲嘢之後咧，北京咧就寫氣就話真係要檢討下嗰個政策。咁第一，所以佢哋呢下嘢咧係似乎俾佢哋講中咗。第二，因為咁多年來咧，香港嘅大專院校咧，特別係研究生越嚟越多嘅大陸學生落嚟，香港學生嘅機會係越嚟越少。咁大學嚟講，有啲人咧就話：咁人哋成績好過你，咁你咪要將個學位俾咗佢咯。咁問題係香港嘅大學高等教育嗰啲資源係香港人嘅錢嚟㗎嘛？點解大陸嘅人可以搶晒嗰啲學位去咧？但係呢個又係商界嘅利益，因為佢哋嗰啲係好叻嘅人啊，全中國最叻嗰啲尖子啊，落晒嚟搶香港個學位，梗係搶到啦！你13億人啊嘛，香港得700萬，所以搶晒啲咁嘅學位出嚟。咁香港學生好唔高興，要求政府即係話：喂，香港人優先得唔得啊？唔好話絕對攞晒啊，不過俾個優先我哋啊，起碼冇回應，一啲都冇回應。好啦，呢班抗爭、勇武抗爭嘅人咧，對住大陸人係兜口兜面咁鬧，係非常之冇禮貌嘅。問題就係話，一做咗呢樣嘢出嚟咧，過去呢1-2年咧，或者今年特別係大陸嚟申請香港嘅高等院校嘅人數急劇下降，因為佢哋知道咧，香港咧係唔受歡迎嘅。第二樣嘢又俾佢哋打中咗，即係呢個勇武抗爭派，佢哋呢個新嘅社運形式係香港一般人唔能夠接受嘅，或者以前未見過嘅，對同香港人嗰個一向個脾性係唔係好相似嘅。問題就係佢哋採取咗呢一種策略之後咧，起碼有2個成績係見效嘅。咁所以佢喺呢方面嚟講，對啲後生仔好有影響嘅。即係換句話講，佢哋嗰個號召係好吸引。真係喎！你以前搞70萬人、80萬人上街示威遊行簽名都冇效喎，佢哋100幾200人走去嗰處反水貨客，搞掂咗2樣嘢喎。所以佢哋係好吸引，即係熱血派咧係有潛力。咁跟住講
講第4個派系嘅，就係、是、所謂社運嘅左翼，社運左翼，佢自稱係社運左翼。咁另外一啲派系嘅人，譬如好似嗰啲城邦派啊、熱血派嗰啲咧，就安咗佢哋個名係叫做左膠。咁所謂社運左翼係啲咩人嚟嘅咧？後生仔多，佢哋咧其實好本土下嘅。佢哋開始即係搞社運嘅時候係搞咩咧？天星碼頭事件佢拆嗰個鐘樓啊等，咁佢哋就覺得呢個地標係香港人嘅標誌，係我哋集體記憶嘅一部分，你唔可以拆。咁仲有咧就話，譬如新界菜園村佢哋想攞收地，咁然後就發展一啲即係地產項目，佢話唔得，呢個係我哋嘅生活方式嘅一部分。新界係一個綠色嘅地帶，呢個係香港人嘅一個財富，你唔可以即係過分發展，你唔可以即係取消咗佢。咁佢哋係喺保育嗰方面咧，環境保育嗰方面咧係做咗好多嘢。咁佢哋咧就叫做社運左翼。咁其中佢哋同呢個熱血派有個分別嘅咧，就係佢哋唔覺得香港優先係好重要。佢哋話大陸嘅人都係人啦，咁佢哋喺中國共產黨控制之下生活得唔好，有啲需要冇辦法滿足到，咁佢哋嚟香港買貨唔係一個壞事咧，即係唔係一個唔啱嘅嘢，所以我哋要接受佢哋呢一啲咁嘅行為咧。咁佢哋用一種比較上人權嘅觀念嚟去看待呢個問題。佢話佢哋有人權有基本權利嚟香港，即係做一啲合法嘅工作嘅事情，所以佢哋唔反對。咁但係如果從香港優先角度嚟講咧，咁佢哋咪即係企喺對立嗰面嘅樹啦。所以呢個香港左，即係呢個社運左膠咧，就同呢個城邦派或者即係呢個熱血派咧，就有矛盾嘅地方，就係咁樣。咁最後一個派別咧，就係比較上明顯嘅獨立運動，港獨所謂。咁呢個派系仲係好少數，同埋佢哋比較上低調，冇乜行動。咁佢哋只係做一啲意識形態上面嘅發掘嘅工作，或者即係開發嘅工作。咁我哋都知道咧，香港嘅獨立運動啦，從來都冇市場㗎。喺50年代嗰陣時，有人提出過香港要獨立。70年代嘅時候，香港有啲大學生當中亦都有人提出香港要獨立。冇回歸啊！你回歸有好大嘅事，好多問題嘅。你獨立咗佢不如，但冇人接受呢個觀念，因為點解好多絕大部分嘅當時嘅香港人喺大陸落嚟㗎嘛，佢哋係中國人㗎嘛，佢走共產黨，即係佢唔係走中國㗎嘛，所以佢哋嘅同中國文化嗰個同中國歷史嗰個係冇辦法切割㗎嘛。咁你提出話香港獨立，佢哋冇辦法接受。咁所以咧，就算係回歸咗之後，到2010年上下咧，香港嘅人一提到獨立，無論係乜嘢獨立，台灣獨立、西藏獨立、新疆獨立，完全反對嘅，完全反對嘅。呢個係包括反對共產黨嘅人。雖然我反共嘅話，我唔可以接受呢啲獨立運動，西藏獨立、新疆獨立、蒙古獨立、台灣獨立，我都要反對，冇辦法支持嘅。所以阿扁喺香港係非常之乞人憎嘅，就係因為佢搞台獨，唔係因為佢後來貪污，即係唔係。咁問題咧就係話，
雨傘運動或者即係呢個梁振英上台之後嗰個政改遭遇到好多困難，去到雨傘運動提出咗呢個命運自決呢個4個字嘅口號之後咧，香港人開始就算老一輩當中都開始對譬如台灣獨立運動呢回事咧，有咗比較上同情嘅睇法。即係因為點解佢哋覺得哇，原來共產黨咁，怪唔得你咁即係想獨立啦，即係咁樣。呢個咁嘅諗法，就算係喺年紀比較大嘅，佢哋冇辦法接受呢個概念嘅時候，都有咗一種比較上同情嘅睇法。如果你睇到喺老一輩嘅人當中都有啲咁樣嘅諗法嘅時候，後生仔當中咧就更加容易接受呢一種咁嘅思潮。咁而事實上，港獨呢個概念咧，喺啲後生仔，特別喺大學生當中咧，係已經相當多人接受嘅。咁其實最近有一個港大做嘅民調，學生當中接受呢個港獨嘅咧，唔係 majority， 但係嗰個 plurality， 即係俾幾個 options 俾你選擇嘅話咧，最多人係選擇港獨。雖然唔係超過50%，唔知好似係30幾個%左右。呢個係以前想像唔到，4年前我都想像唔到，但係而家我睇到呢個樣嘢。我諗佢哋差唔多係一種即係，如果係一個屋企裏面發生嘅就係話，哇！個老豆個嘢對我咁差，即係小將則受，大將則走啊嘛！你攞個大棍嚟打我，我冇法唔走嘅啫。你實際打我都話忍咗佢啫，你係我老豆啫。咁你攞個大棍嚟打我，我唯有走嘅啫，即係係呢種心態逼到香港嘅後生仔當中嘅好大嘅一部分，特別係有知識嗰班大學生當中咧，我覺得獨立都係一個選項。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出現咗相當多人接受，而且發展得比較快嘅一個派系。總嘅嚟講咧，呢頭先講嘅5個派系，總共5個派系咧，都有一個主要中心思想啊，就係分離主義嘅，即係話我同你隔得越開越好啊，你唔好嚟搞我即係唔好嚟搞。呢個係好普通嘅一種講法。喺2012年嗰陣時，香港發生咗一個叫做反國教事件，就梁振英啱上台冇耐，咁咧就發現到咧，即係啲家長啊、學生啊，發現到咧有啲機構咧就編排咗，即係編咗一本書，就係叫做《國民教育資料咩彙編章》啊。咁入邊完全係宣傳中國共產黨嗰套意識嘅，即係愛國愛黨啊，即係黨係幾偉大嘅，即係即係嗰啲。咁然後咧就送俾啲學校，就等於先生咧就喺嗰啲教材當中咧、課程當中咧就係即係灌輸呢啲思想，咁激起咗一個叫做反國教運動、反國民教育運動。咁國民教育實際上本身嚟講咧都唔係話一件壞事嘅，但係嗰種國民教育咧，香港嘅家長係接受唔到，所以當時個運動一出嚟嘅時候咧，好多家長參與，幾廿萬人嘅家長參與，咁提出嚟嗰個口號，當時個口號就話唔好搞我個仔，即係話你想你搞咩政治都好，你唔好搞親我個仔。你洗腦唔好洗我仔，呢個咁樣嘅概念所以而家但係你睇到，但係佢係不斷咁樣去滲透嗰啲思想落嚟，即係控制香港嘅東西。咁所以啲人咧就會覺得，我同你距離越嚟越
即係越遠越好，越安全啊！嗰種心態就係咁，即係有咗一種隔膜喺度。呢個係最普遍嘅心態。咁後生仔當中咧就更加強烈。頭先我講嗰五派咧，就係、大家都係有一種分離主義傾向，但係唔同程度嘅分離主義傾向。最拉尾嗰派港獨派咧就徹底嘅分離獨立。咁而家咧，香港就係出現咗，即係後生仔當中嘅思潮，就係呢個咁嘅情況。我同我媽媽講起啲事，哇！有啲咁樣嘅人冇辦法即係明白，佢真係冇辦法明白。佢今年90歲，佢喺香港好多年，咁但係佢話冇辦法明白呢啲嘢。我嘗試解釋俾佢聽。咁將來嘅變化會係點咧？我唔知道，好可能係香港嘅政局越嚟越激化，即係政府推出嚟嘅政策越嚟越偏向中國大陸。所謂融合啊，香港同大陸要係融合。而家講緊即係唱緊呢支歌仔，即係特區政府唱緊呢支歌仔係要融合。咁佢唔係強調一國同兩制嘅分別而係講香港同大陸要融合。咁會好多人都好驚，而且佢呢個政策好多方面嚟配合呢個融合。咁咧啲咁嘅政策咧，就同香港嘅後生嘅年輕嘅一輩人嘅衝突就會好大，將來會更加多嘅矛盾衝突會爆發。咁我哋可以即係估計到呢樣嘢。咁亦即係換句話講咧，如果大家生活當中記憶當中7、8、90年代嘅香港嗰種繁榮安定、發展、進步嘅嗰幾十年嘅嘢咧，都係會成為一種回憶。將來嚟緊嗰幾十年咧，係會充滿好多衝突嘅。咁係冇辦法，即係我都覺得好失望、好悲觀。咁暫時講到呢度，咁